礼拜后我们再记得打开哦。好，我们一起来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今天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到主你的殿宇，来敬拜你，仰望你。求你圣灵的大能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等候你，让我们学习更亲近你，更渴慕你。主啊，我们这时候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敬拜，将我们的一切劳苦重担或杂事都放在旁边，就来单单的仰望你。耶稣，我们也为了台湾的缺水来祷告，求你保守我们的台湾这块土地，让我们有充足的水分，让你的雨水可以滋润大地，供应我们一切的生活所需，国家的需求。我们再一次恭敬仰望的在你面前同心来祷告，也特别为了疫苗的使用、疫苗的分配管理的机制，或是我们自己国内产生的疫苗来线上祷告。主，透过这些疫苗，让我们可以恢复更正常的生活。主耶稣，求你保守看顾我们，在上掌权的有智慧聪明来管理这些医疗的用品，尤其在疫苗的使用的方面。但是主，求你保守看顾我们，除去一个恐惧害怕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靠主得胜。我们在长久的防疫的日子以来，我们相信都有主你的带领，你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出我们入，主你都保守眷顾看顾我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耶稣，我们现在要预备心，一起来礼拜，求你眷顾我们，保守看顾我们。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
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在主日相遇。在今天敬拜之前，我想要邀请大家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能够一起为着自己的心，能够来安静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做祷告。可能我们有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还想着就是其他的事情，但是你对神说：主啊，求你让我现在能够安静心，单单注视在你的身上，让我能够将我自己献上给你，全然的摆上。我不再看我自己所去担忧的，我不去在乎那些很多其他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就在现在，我要单单站在这个地方，我要来敬拜，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的心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是的主，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主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接受主你想对我们所说的，主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来看顾。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主，谢谢你拣选我们能够一同来听你的话语。主，就是在今天，就在现在，我们相信你能够来对我们来说话。主，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的时候，主你就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在今天，主你要来做新事，主真的是让我们宣告，主你在今天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那一句话，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来被你得着。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唱，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在今天，相信新的事将要成就吗？这首歌再次来宣告，主是做新事的神，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平安，每天要赐下。主是做新事的神。身上做新事，要在你的身上做新事。一起来唱，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作新平安，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
手，主，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耶稣。主，我们今天我们要唱新歌，我们全地都要向你来歌唱，哈利路亚！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主，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个地方，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开口来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将掌声荣耀给神，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是的，神，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要深深的连接于你，我们要俯伏在你面前。静静地来到你面前，在你爱中我心安恬，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你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从忧伤中我的释放。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是的，神，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你将忧伤，你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从忧伤中我的释放。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主啊，你流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主啊，你就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
个时候，邀请大家把我们的双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更深的对神来唱。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哈利路亚，是的，神，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主你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得着完全的自由。神，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我们要更多的来与你亲近，主要更多的向你诉说我们对你的爱。美的宝血，美的宝血为我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美的宝血为我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我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美的宝血为我而流，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哈
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哈利路亚，亲爱的神，主，孩子们将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献上。主，愿神你喜悦我们的敬拜。主，我们向你所唱这爱的诗歌。主，我们要向你来求，主要愿我们的敬拜是在内院的敬拜，而不是在外院的敬拜。神，你亲自看顾我们，主，你亲自带领我们。主，谢谢你。主，孩子们祷告不足，我们一起来用神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今天早晨能够跟大家一起敬拜。今天我们所要攻读的话语记载在圣经有2处，第一处在诗篇39篇第4节到第5节，现代中文译本第697页；诗篇第39篇4到5节，现代中文译本第697页。我们一起来读，请。上主啊，我的寿命多长？我几时会死？求你指示我的终局几时来到？你使我的生命那么短促，在你眼中，我的一生岁月几乎等于零，生命不过像一口气息。第二处在雅各书4章1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357页。雅各书4章1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357页。一起来读，请。你们连明天还活着没有都不晓得，你们不过像一层雾，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他话并照样去做的人。今天是教会所定的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今天在我们当中要我们分享信息的是台南神学院的院长胡忠明牧师，他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珍惜与及时，珍惜与及时。让我们用恭敬的心来领受。我们敬爱的彭牧师，还有我们在座的牧职同工干事同工，还有我们华语礼拜我们双联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这个荣幸来双联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那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仅代表台南神学院的全体教职员生来感谢我们双联教会过去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代祷与奉献。那期盼过去、现在还有未来，我们都同样秉持一颗这个关心的心，为这个神学教育来做代祷，来做关心跟奉献。
我是刚接任台南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去年8月才开始。这个是我这一生当中没有去规划的，也没有去预料到的。但是因为校友会的联署推荐，那还有董事会的这个邀请，那当然还有以前神学院的这个院长，还有老师他们的鼓励，还有半强迫，所以我才接任这个工作。因为我年纪也逐渐大了，已经超过60岁了，那应该是阿公级的。本来是要想退休的，但是因为教育部立案这个学校，所以很多的校友期待有牧会长久经验的牧者能够来担任这个学校的这个院长。那当然教育部立案之后，那也有一个校长的一个称呼无论如何，那我就是因为要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才来接任这个工作。那当然，台南神学院它的需要，还有台南神学院我们需要呼吁大家关心的，我都有写在这一个这个文章上面哈。或许我们周报没有夹，那在外面的地方，我们礼拜完之后，我们可以去拿可以去拿取，然后来关心知道神学院目前的一个需要。那当然在等一下报告这个神学院的事工的时候，还有看影片的之前我们先要来敬拜上帝，要来了解上帝的话语，珍惜跟及时。我们都知道去年1年当中，全世界都因为这个新冠病毒所引发的一般来讲的这个武汉肺炎，那造成很多的不方便，那我们的生命受到很严重的威胁。那我们全球的经济瞬间被击垮，真的是瞬间而已。那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这个生活的运作模式也被彻底的颠覆，那大概令人措手不及，那惊恐万分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去体会到的。不过我们很感谢上帝对台湾的一个恩待，我们的防疫措施做得不错，所以我们才能够很自由的在这个土地上，我们自由的进出自由的还是过我们的一个生活。其实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去了解到，以前我们都标榜人定胜天我们都是标榜这样子，但是这个看不到的病毒，我看不到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一定要用高倍的显微镜去看。我们看到这个人定胜天的这4个字，因为这个病毒彻底被击垮，所以我才会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珍惜跟及时。那这场灾难大概让我们去感受到人的短暂跟有限，也让我们去感受到这个影子，人的生命好像影子，好像手掌，状如浮云，好像一口气而已。我10年前曾经到拉丁美洲神学院去讲课，那边的会友就住在巴西。那因为这个病毒是台湾人移民过去的，也是因为这样子丧失了生命，大家都觉得很可惜。那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我更加去感受到人的一个短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这个有2个有两处当然这个是诗人告诉我们的你数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这个慢慢的我们能够去感受到，有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因为我看这边都是很年轻。我最近刚当阿公，我看刚才在带领我们这个敬拜赞美的，我就在那边想象，我如果我的孙女再过几年后能够这样带领大家敬拜上帝，我当阿公的拼了老命，我也要在下面唱歌我有这样的一个，刚才在那边唱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因为我那个孙女刚生了4个礼拜。我就一直在期待，在几年之后也这样带大家敬拜上帝。我当阿公的也很享受他的带领敬拜所以我们这个充满未来的但是我已经60几岁，我再来回想思考的时候，真的很快，日子过得很快。那诗篇第4节又这样讲，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好像演了很快就飞过去，很快就过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在马路上走的时候，或者在旷野，或者在野外。我是在乡下出生，我小时候常常看飞机，但是没有办法搭飞机。几十年前，那是搭飞机是一个高贵的象征，是一个很奢侈，是根本不可能
除了高官生意人可以搭飞机有这种福分之外，大概我们都是看飞机的份而已。那我曾经在乡下有一次，这个飞机飞过去，刚好影子从我旁边这扫过去，很快。其实圣经在讲的哈，人的生命就像这样子，很快就过了。我慢慢的去体会60几年来我的人生，我也很深的一个去体会哈。所以诗人他除了这样体会之外哈，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还告诉我们哈，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寿命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这是诗人的一个祷告，也自我的一个祈求。那再过来，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这个是这个有大部分的旧约学者都说这个是摩西讲的，哈，我们就去断定是摩西讲的。不过我们从这个摩西的这个祷告文，我们可以去看到，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在这个引言的时候，用这些经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也要从诗人过去几千年前的这些诗人、智慧人，他讲的年日很短。那既然很短，我们如何来面对上帝？就是祈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啊。所以我今天用3点来跟大家做分享哈。第一点，人生真的很短暂，那稍纵即逝。或许年轻人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哈。我曾经在医学大学教书哈，那是要当医生的，大概都19岁。如果有是学士后医学的，那是另外的那个班级。我曾经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就问医学院的学生，我说你们都很聪明，在台湾可以当医生，那是不简单。我都会问他们三个问题：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死？我就请他们写。还第二个问题，我会请他们来分享：你如果当医生，医不了生命医不了，医死，这是我要问你们的啊。那第二个，我会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当医生？啊，第三个我就问他们：你们这一生19年或20年来有没有遭受过挫折？我常常会这样来问他们。很多学生家里面没有面对没有遭遇过这个家人有去世的这个经验的，他们大概没有人会去想死亡的问题。当医生也要知道如何医死。一个人生命救不活的时候，要面对死亡，医生也要有一些责任。我是教生命伦理，我就告诉他们。那我也会问他们：你们一生当中有没有挫折？你们这是杀死多少英雄豪杰才可以考上医科？有时候我会跟他们开玩笑哈。结果有一个同学也半开玩笑了：老师，我人生最大的挫折就是没有考上台大医学院。我真的差一点拿斧头把它砍成2半哈。以后你要挫折，你要面对的挑战很多很多哈，一生当中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人生很短暂，稍纵即逝啊。是的，人生很短，可谓短得来不及感叹，就已经这个叶黄归故土哈。我这边有一个相片7年前照的。我为什么用这个相片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在神学院到那边去任职之前，我在高雄德生教会牧会。高雄德生教会的规模跟我们双年差不多。现在德生有6位牧师，有8个干事，2个管理员，2个清洁人员，也是规模很大，也是好几场礼拜4场哈。那在那边当牧师是非常的忙，主任牧师非常的忙，我要带领很多的同工。那大概每一个礼拜6不是有婚就是有丧，我大概都要主持。那有一个礼拜5晚上，我接到一通电话，我刚好用完晚餐，接到电话就是我30几年未见的一个同学，就是最右边的拿一个包包的这个同学打电话给我，他叫我说：中明，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你最近好吗？我以为他是跟我问30几年不见了，因为我们是1978年一起进入到神学院的，这应该够老了吧？43年前够老了哈。不过我照镜子，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老。你们觉得我很老吗？会吗？会吗？不会哈。好像我自我感觉良好哈。其实他是打电话问我说：中明你好吗？我说很好啊，不错啊。明天没有告别式，我真的可以轻松一下，因为在大教会牧会星期6都要主持婚丧。
他跟我问安之后，他就告诉我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去世，明天要在高雄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这样子。但是我打电话给你，并不是要叫你来参加，只是关心一下，因为我们是同学。我听到这个是一半忧一半喜，因为我们班上是我第2个同学去世的。我年轻的时候，我都是看长辈去世，我觉得好像事不关己，好像轮不到我。到这个时候，我的同学有的慢慢生病，有的慢慢的就年纪大，有的比我大。那时候我们班上我年纪最小啊，那有的慢慢已经离开这个世上啊。那到在几年之后，就有人是参加我的告别式了哈。所以我们要对你好一点哈。以后我参加我告别式的时候，不要骂我就好了哈，这样子哈。啊。那刚好隔天我没有告别式，所以我没有主持这个婚丧，所以我就到高雄殡仪馆去参加这一场告别式。那这个告别式参加完了之后，同学就跟着同学的这个棺木一直走到火葬场，这是火化的一个地方。火化礼拜结束之后，大家都要 say goodbye 了哈。那刚好到 say goodbye 的时候，就站在我左边哈，站在我左边的这个同学，他是比我年纪大，他已经差不多快70岁了，今年哈，他就说：“同学们，他们讲闽南话，满家照的啦，我们好几十年都不见了哈，以后不要在这个场合见面了，我们还是照个相，以后我们约定每一年都聚集一下，不然我们很快就走过去了。”就我们就照了这张相片，这个还是我第一遭在火葬场照相。我主持那么多的告别式从来没有人愿意在这个地方照相，因为空气污染嘛，而且很热嘛，那后面是焚化炉嘛，没有人喜欢在这个地方照一张相。之后7年前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见过面，从来也没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见面。真的，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生的确很短暂。那一旦死亡，不但带不走任何东西，还得孤身上路，有时候还会为了自己未尽之事留下遗憾。未尽之事留下遗憾，真的死亡什么都带不走顶多你穿的那一套衣服，你躺的那个棺木都带不走带不走。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们一样，很喜欢买东西、摆东西、摆装饰，这是过程，这个是好的。年轻是充满希望、充满未来的。不过我这种年纪，有时候要搬家，那么多东西，我觉得是一个累赘，以后死了又带不走这个是我越来越深的一个感受既然是这样子，我们什么都带不走，那既然这样，什么可以留在世上？第2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生命来成就生命。我的同学那一场告别式没有请牧师讲道，牧师只有带领大家唱诗歌、读圣经、讲1、2句安慰的话。那一场告别式只有3个人上台去分享跟我的同学的这个关系。一个是他以前教会的长老，他讲起这个牧师的道理讲到还有他的牧养的过程当中如何成就他的生命。第一个，第2个是他一个高中的同学如何跟他一起读书，然后走到他结束他的生命的整个过程当中，他的生命如何去成就他的生命，讲第2个。第3个是以前刚神学院毕业，他到台南一个小乡下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小女生很小，那他带她长大，又鼓励她读书，带领她信主。后来她的婚姻，他也协助她走入婚姻，也辅导她的整个婚姻。大概40岁的一个少妇他就讲他这个牧师给他的生命的一个成就。那时候我坐在下面，我就一直在想，我当牧师这么多年，我有让人家跌倒过吗？我有空占这个土地吗？或者是我所做的有去成就人吗？我就这样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反思其实人在世上，你拥有多少的东西都带不走那大概我们的沙龙照现在的数位相机真的很好我们以前没有数位相机，拍起来多丑就多丑现在数位相机拍起来很丑，可以把它修到很漂亮，有没有？我曾经就看到人家的沙龙照很漂亮看到本人怎么差那么多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那种东西所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是说你可以拥有多少个青春是不变的。我现在走过来，我就觉得是慢慢一定都会改变，生命都会流逝的。不过我一直在想，什么可以留下来，让你的生命去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历史，创造这个历史。我用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约翰牛顿，是英国人。我们有没有听过那个《Amazing Grace》这一首圣诗？奇异恩典。哒哒滴答滴答哒哒哒，他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个？他以前是一个浪荡子，他以前也贩卖过黑奴，也到非洲去贩卖黑奴。因为英国的殖民主义需要很多的地方要黑人来替他们工作，他专门做这种勾当。后来他悔改，他觉得他不能这样子做，所以他彻底悔改。后来他当了牧师，当了牧师之后，他一直在宣讲：我以前有很多不荣耀的事，我现在我要如何做一些荣耀的事来帮忙别人，来影响别人，成就别人的生命。后来他当了牧师，他一直忏悔，他也宣讲福音，一直强调人不能贩卖人口，种族是平等的，没有黑白之分，都是一样的。不要有优越感，他常常强调这个。当时他教会有一个青年叫做 Wilberforce， 就是这个青年才10几岁，就跟大家一样，年轻人20岁。这个 Wilberforce 是在剑桥大学读书，他就听到他的牧师刚才那个约翰牛顿讲的这个道理，他就深扎在他的心里面。人是生而平等，白人不是比较优越，黑人是比较低等，不能这样。所以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参选，成为英国国会下议院的议员。下议院有2个参众议院，下议院是美国的，那这边有上议院跟下议院，他就是下议院的一个议员。他一到这个议会之后，他就一直推翻这个贩卖黑奴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很不好的这个制度。但是他很年轻，没有经验，而且很多的财团跟议员勾当，有没有挂钩？所以他一个人是势单力薄的，他好几次想打退堂鼓，他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跟人家是对抗的，所以他常常回到教会去找他的牧师约翰牛顿。约翰牛顿牧师说：“你一定要坚持，我以前做过这个不好的勾当，你不要再让这个事情再继续存在下去，你一定要努力。”所以鼓励他一辈子鼓励这个 Wilberforce 一辈子，他当了议员，到最后他去世之后，英国废除这个奴隶制度，废除贩卖人口的这个制度，废除了，所以英国就废除了。那废除了之后这个壮举传到美国去，刚好林肯，我们听过林肯嘛？林肯总统的牧师就是他 ，Peter Arcus 就是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也觉得不能贩卖人口，也没有黑白之分，黑人跟白人、黄种人，任何人都是一样，是出于上帝的一个创造。所以这个 Peter Arcus 就常常强调这个，影响了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就影响了他，成就了他的生命。林肯就一直在心里面就种下一个不能贩卖人口的这一种心。所以后来他就发动这个南北战争，有没有？那就把美国的这个黑奴这个政策就把它解决掉了。虽然美国还有黑白种族的这个歧视之分，有没有？现在还有，这人性没有办法，但是它制度已经废除了，你知道吗？因为这样子，美国前任的总统奥巴马，他才能够当美国总统我说黑人是不能当总统的是被排除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早年我曾经参观过博物馆，有那个公车是一半前面白人坐的，黑人都要坐后面。还有厕所专门是给黑人用的，是不能去白人的厕所，黑人还有学校也一样，是种族的歧视很严重。但是因为林肯他解放了，因为怎么样，就是约翰牛顿影响了他的青年，他的青年影响了林肯的牧师，林肯的牧师影响了林肯，林肯改变了这个历史，有没有？这个就是成就生命。
所以这个奥巴马他在4月当总统的时候，他有按了好几本圣经，3本，其中1本是林肯用过的，1本是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黑人的人权领袖啊，1本是那个他的岳父用过的啊，3本有没有看到3本？他在那边誓约，他就是说上帝影响了人，人成就人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真的很短，我们看看如何做事情来成就别人。好，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恩赐也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角色不一样，但是成就别人是机会都是一样的。我是鼓励大家可以来读台南神学院，当牧师，成就别人的生命，好不好？我看你们都充满着盼望，充满着未来。以后盼望你们当我教会的牧师，我死后你们主持我的告别式，好不好啊？成就生命是这样来的，当牧师是可以成就人的生命，不止当牧师之外，当一个基督徒是要成就别人的生命的啊。那这个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要及时，不要再等有一天，要及时哈。瑞典格言有没有？我想到7年前，我们同学说，我们以后不要在火葬场照相了，我们以后不要在每一次告别式才见面了。但是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再见面，我们老得太快，聪明得太迟，有没有哈？还有英国俗谚哈，悔恨侵蚀你的心啊，这个是名言嘛哈。那还有就是人生最痛苦的，并非今天的灾难，而是面对昨天的后悔。今天的武汉肺炎，今天的新冠病毒是一个灾难，很可怕的，但是痛苦的。但是对于昨天的后悔，我们就是更痛苦的。我们有没有后悔过？我们这些敬拜赞美团有没有后悔过？曾有后悔哈？没有追到某一个女孩子有后悔哈？啊，天下何处无芳草啊，很多上帝会为你预备哈。不过我们可以去思考啊，我能够做的是什么？我可以怎么去成就人的生命哈？这是很重要的。传道书有没有？传道书哈的这个作者很清楚的提醒这些年轻人，你当趁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所以我们要成就人的生命，就是跟随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那记得分别为圣，来敬拜上帝，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来成就别人的生命哈。要及时哈。我用一个经文来做一个这个分享，那我们就来做结论哈。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21节有记载耶稣曾经来洁净这些得到麻风病的，有没有麻风病啊？这是记载在这个。那耶稣在哪里用这个麻风病哈？我这边有地图，我稍微说明一下。以色列有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后来分裂为成2个国家。南国的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那北边的是北以色列，有10个支派。后来2个国家都亡国了，北国的被亚述帝国来把它亡国。亚述帝国很厉害，他把一半的人移民进来，把一半的北以色列人移民到亚述去那他们最主要就是要跟他们通婚，要让他们的血统能够相通，便于统治这样子。南犹大的后来也亡国了，但是南犹大的这2支派的被抓到巴比伦去，他们保有他们的纯种，所以他们没有被通婚，所以保有纯种，所以后来才叫做犹太人，有没有哈？那这些人，这2支派的人，70年之后，是不是还回到这个南国去盖了圣殿？那盖了圣殿之后，这些人就很讨厌北国的人，说他们血统不符，有没有？杂种，有没有？所以北边的叫做撒玛利亚人，有没有？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互相往来的，所以2个是死对头所以死对头的时候不相往来，所以这是耶稣他所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耶稣每一次讲故事都讲好的撒玛利亚人，故意讲给犹太人听，有没有？就是要教训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两个对立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南边的是犹太，耶路撒冷是住犹太人，北边的加利利也住犹太人。我们看那个地图哈，北边的也住犹太人，你知道吗？犹太人要从南边到北边去，他就故意不走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就好像我是台南人，那我的亲戚在台北，我们就是台南人。那台中嘉义还有新竹就是撒玛利亚人，我就很讨厌，他们讨厌我，我也讨厌他。我要从台南来台北找我的亲戚，我就不知道从台中新竹、云林这样过来嘉义，我不要，我就从台东、花莲、宜兰这样绕过来，有没有？就这样。所以耶稣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就常常好的撒玛利亚人，有没有？那有一次这个长大麻风的，有没有知道耶稣要来？哇，很高兴就去请耶稣来治好他。那治好他之后10个。结果治好他之后，要去给祭司查验他的身体有没有好嘛？因为祭司给他做洁净礼，确认他可以洁净了，洁净的时候才能够走入人群嘛。就好像我们要隔离嘛，有没有？肺炎的要隔离，那隔离之后才能够走入人群。同样的道理，那要确认还要有核酸检测嘛。同样的道理，祭司是要做洁净礼的。结果这10个医好之后，只有一个回来谢谢耶稣，撒玛利亚人，有没有？耶稣也故意讲这个故事，要去让犹太人反省。或许其他的9个人并不是说他不来感谢耶稣啦，可能说我有什么事，我先去做一做，或者是我忙我要去做什么事，我才来谢谢耶稣。不过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活在世上的时候，我只有提出这几点：寻找信仰的行动要及时。不要再慢了，有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可以信主，可以跟耶稣连结，可以有这个信仰，这是很好的。我们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及时。第二个，分别为圣的行动要及时。如果我们今天有感动，要为台南神学院奉献，你今天就可以奉献了。如果今天忘了没有关系，下个礼拜还来得及。这个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分别为圣，要奉献的。你要拿来这个服侍的，这个要及时，不要再等了。我等我考试完了，我等考上台大了，我等以后结婚生子了，有时候都太慢了，有没有？是这样子因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还有意义的行动也要及时。当然实践爱人的行动也要及时。再过来立志之后的行动也要及时。这个就是让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去看到这个及时的一个重要。所以我从这个地方能够让大家了解，我们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其中的一个，你们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所以人生是很短暂的所以我来做结论。那等一下我们有5分钟的一个影片，那让大家了解台南神学院。那我们看影片完了之后，我们就来做祷告，就结束今天的一个信息人生只有几十个寒暑只有一次，如同单程的车票，有去无回。我当了35年的牧师了，35年到今年，我主持过300多场告别式那每一次都带到感染园，在高雄感染园，那在花莲牧会的时候都带到吉安火葬场。我带去的会友，从来没有一个人再回来的，没有人没有人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了解是单程的。凡是人终有一天都得迈向死亡，结束生命。我们要学会珍惜成就跟及时的功课，生命中才会有色彩跟鲜花。我用这样跟大家做分享。那也期待大家能够关心台南神学院，因为台南神学院是我们教会的宣教的胎盘。这个我有写在这一章上面我就不再赘述这一章了。那外面有我们礼拜完了之后可以去拿这一章，还有神学院它的需要是什么，这边写得很清楚我当这个院长以前，我在德生教会牧会，那个规模跟双年是一样的，很多人要跟德生来募捐，那时候我是当老板的，我现在不是当伙计而已，我是要去跟他拜托，我真的很不喜欢做这个工作，但是为了上帝的国
为了这个上帝的使命，我还是要顺服，所以我用这个影片去做表达跟做报告，好不好？或许我不知道有没有华语啦，没有关系，没有华语没关系，那就是有文字我们可以看哈。好。台南新学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重要的神学教育机构，真侪年来培养真侪教会传道者、教会音乐的服侍人员以及社会机构工作者，落实福音在地化。哇，不得了！有的同学出国留学，有的咧读博士班吼，咱嘛咧感觉足欢喜的，新的时代搁伫要出来。1869年，李修牧师甲马雅各医师分别伫高雄、基澳、台南府城成立传道者养成班。到1876年，将两地合并，创办了台南大学新学校，是新学院诞生的开始。日本时代因为拒绝日本政府干涉校务，关校8档，到1948年较过复校。真侪年来，成国教会机构的扶持，会当陆续扩建，慢慢成就古典美观的建筑。所以就是有这的建设，有这的硬体，有这的募款，有这的奉献。黄宗辉牧师这有心的人，伫这来为着这间校奉献您的生命，所以新学院大当伫这个所在继续传承。从这个超保守化的天主教会来说，相当自由化。对。学医课程除了神学教育，嘛有社工、教会音乐以及台湾语言文学等多元师资。硬体设施，譬如讲校舍、办公室，甚至现代化图书馆，拢更加完备。长久以来，透过学院培养，历代教会牧会的传道人员，充满台湾各地，落实在地的神学教育。牧会的过程的中间，我对六甲到关庙的信仰，到今仔来到伫后甲教会，我就是保持着这款，免神学，免落实伫在地化，免教会，免行出伫社区。伫学校，阮都拢有迄个小组同学的中间都爱彼此照顾，互相帮衬，互大人伫读册、伫生活拢会当真顺遂。所以伫教会伊原是安尼，将迄个疼心带来到伫教会甲会友三甲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视台湾本土的价值，还有对多元族群很友善的一个地方。大家是现在可以理解彼此在说什么，可是也尊重说我们有不同的背景。耶稣基督伊嘛是用这款道成肉体来伫这个世间，所以台南新学院伊就是要教这的学生嘛，用这个神学要注重伫道成肉体，定根伫本土，关心社会人民甲公益，所以这是这的神学教育真要紧的一个特色。不过，福音工作有今仔日的成长，国教会机构对学院的支持，一直是重要的一部分。未来学院也面对各项整建的需要，迫切望各界的扶持。过去咱台南新学院都有足侪听主、听人，佮愿意奉献的遐子，一直不断伫遮奉献，所以我嘛是直接对心底献出感激、感谢。谢谢上帝纪念这个事，所以嘛，望咱为着这个新学院代祷，为着这新学院奉献。咱即马入案了后，有真侪教育部要求，遮的教学系统，或者是遮的设备的提升，这拢是过去咱家己在经营的时阵所无按算到的设备。经过8年的台南新学院，秉持感恩以及对福音工作坚定的信念，未来望伫个祈祷支持中稳健经营，甲国教会同工继续为传福音更加骨力。
台南神学院是仿效剑桥大学的校园去盖的，所以非常漂亮，欢迎来参观，已经列为古迹，7月开始就会整修哈，欢迎大家，那期待大家关心代祷跟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非常感谢，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让我们在每天忙碌工作或者求学的时候，能够在礼拜天到教会来从上帝的口中、上帝的手中、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得着喂养。我们将今天所摆上的所讲的献为祭，求上帝悦纳。我们献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台南神学院胡忠明牧师带来的分享。现在我们要来奉献。我们11楼的奉献袋没有上去，如果坐在11楼的弟兄姐妹有想要奉献的，可以到我们10楼来做奉献，谢谢。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圣父神主，谢谢你，主要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暂，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是如此的渺小。主要谢谢你眷顾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赐我们才能、能力与一切的恩典。主要我们要献上我们微薄的金钱，才能为你所用，愿你悦纳。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生命祈求。请坐。现在我们来关心教会的圣工。首先翻到周报的第4页，
本周特别施工。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院长胡忠明牧师代表前来本会第1到第3场礼拜中正道请安及施工报告，以及陈义慧老师代表前来本会的第4场的礼拜当中正道请安及施工报告。愿上帝赐福南神全体师生在神学院上的学习，以及在各教会中的侍奉。也特别感谢胡忠明牧师今天的正道。第2点，大斋期节管风琴音乐会见证分享，时间在本周4，就是3月25号的12点半到1点，在12礼拜堂有管风琴的分享会，欢迎兄姐莅临参观欣赏。第3点，肢体关怀，本会会有黄福美姐妹于3月10日安息主怀，定于4月1日，也就是下周4上午10点，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2楼至善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点，恭喜本会会有高秀梅姐妹之子林时平弟兄与游月婷姐妹定于3月27日，也就是本周6的下午2点半，在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莅临观礼，愿上帝赐福新人。接下来看到第5页读经运动部分，圣经充满4到6月，圣经充满我的圣经经文填充本已经到了，欢迎兄姐可以到外面10楼走廊，或是平日在9楼找素芬干事购买。再来看到第6页的社青牧区消息，在今天下午，社青牧区将举办职场面面观座谈会，邀请4位在各个职场领域资深有影响力的同工前来分享交流。基督徒如何在职场上发挥影响力及面对挑战，如何预备好自己进入不同领域的职场等重要而实际的议题，欢迎所有弟兄姐妹参加。看到装备委员会消息施工，在今天的第3场主日当中，将颁发109学年度第1学期的奖学金，请合格同学在当日上午11点到8楼中廊向李淑芬干事报到。那领取日期，今天不能到的人呢，领取日期是到4月11日为止。请与淑芬干事联络，逾期一概不补发。接下来看到的是装备课程的部分，第2点。记载在第7页，成长班，教会将开设成长班，日期在3月26号、4月9号、4月16号、4月23号、4月30号、5月7号、5月14号、5月21号、5月28号、6月4号，共有10堂课，讲师是刘建良长老，欢迎各位慕道友或是对信仰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参加。以上，接下来我们请彭牧师做关心以及代祷。这时候来，代表双联教会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请你举个手，让我们来欢迎你。好，需要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恳求主你我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跟双联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同在，跟华语这边礼拜献祭的所有弟兄姐妹同在，也跟双联教会的事工事业体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跟旁边一个行平安礼，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请我们尽量走前面2个门哦，请我们尽量走前面2个门。